提醒观众朋友，食酒千万唔通塞车哦。本地要代表这民众党参选台北市长的林冠联8月传出食酒塞车的证据，昨去互民众党撤销提名，而且开除伊的党籍。林冠联今仔日呢是出来开记者会发愿望，希望这党部就要听候这司法结果出来，再来做决定。记者会现场，林冠联当场用落水水洗嘴，而且直接进行酒测。酒精的浓度连面超过标准，一看落水水顶头写的成分确实有酒精。面对进前酒后塞车的争议，原地代表民众党参选台北市长的林冠联出面发愿望。因为当下我没有拿到这个确认单嘛，我以为就是测完签名做笔录才算。那我一开始前面有要求漱口，但是他也没有给我漱嘛。新竹警方是在8月的时阵接到民众报案发生车祸，后来到病院才发现林冠联的酒精浓度超过标准，依照公共危险罪嫌以上。林冠联强调，迄天只是疲劳驾驶，绝对无酒后塞车。针对接下来敢会继续参选，本人表示会搁再讨论。我还是会跟民众党讨论，因为毕竟选举公报上面还是民众党。那我也知道高层也很关心我。所以我们会讨论，然后再跟大家做一个交代。依据党内的法制以及规则进行了评议，捍卫自己坚信的价值，并且依照规章将林冠联撤销提名、开除党籍，以彰显本党仿制酒驾的决心。民众党新竹党部主委高虹安的办公室讲，开除的处分是为了彰显决心。不过林冠联依然希望党部听候司法判决了后，再去做进一步的决定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